天國中找希望，第8日，去與留的抉擇。喺之前2、3日嘅避靜裏面，我哋強調人生在世就等同一個現世嘅朝聖旅程，所有旅程都係應該為我哋帶嚟豐富嘅經驗，等我哋可以享受其中。不過現世嘅生命係充滿咗挑戰嘅，我哋點樣去化解當中嘅矛盾？關鍵就係在於究竟我哋睇現世嘅困苦係天主賜俾我哋嘅災禍啊，定抑或係天主賜俾我哋做自我提升嘅機會？一位成熟同埋成功嘅奧運選手係唔會將日常嘅操練睇作難以忍受嘅煎熬，而係慶幸自己有機會接受訓練，從中提升自己嘅技巧同埋水準，達到更加卓越、更加完美嘅境界。冇呢一種心態，咁呢一位嘅選手就唔能夠超越自我，更加難同其他嘅選手競賽啦。作為現世嘅朝聖者，作為基督嘅追隨者，我哋更加需要擁有呢一種嘅心態，或者更加貼切嘅咁講啊，係信德嘅眼光，令到我哋能夠無懼生命裏面嘅種種挑戰，藉住咁樣去達到天主為我哋所定落嚟嘅完美境界，最終獲得生命嘅冠冕，即係永恆嘅生命。耶穌喺馬竇福音第5章48節，佢喺山中聖訓裏面曾經咁樣講過：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唔係啊嘛，點能夠要求我哋作為人類嘅要好似天父一樣完美？的確係，對人嚟講係唔可能嘅，但係對天主嚟講呢，係可能嘅。呢一個亦都係天父嘅意願。主耶穌基督降生成人，令到無瑕嘅天主性同帶罪嘅人性結合，令人性得以提升至到天主性。呢一個係展現咗天主深愛我哋嘅程度，係超越咗我哋嘅一切想象嘅。所以人生在世嘅主要目的，就係一個喺主裏面力求完美嘅過程。需要經過嘅種種試煉同埋考驗，都係為我哋成聖嘅旅途鋪路。不過，當耶穌逐漸提高對門徒嘅要求嘅時候，有人就會選擇中途放棄，因為佢哋會覺得耶穌嘅要求唔合理、無稽、太困難、太過不近人情。而事實上，有一次當耶穌喺訓導裏面論及聖體聖血，再一次將標準提高嘅時候，佢嘅門徒裏面有好多人聽咗就話啦：啲說話咁生硬，邊個能夠聽得落去啊？從此佢嘅門徒裏面就有好多人走咗啦，唔再同佢喺埋一齊。於是耶穌不禁就向自己12名宗徒話：唔通你哋都想走？的確，要選擇堅持落去並唔容易，需要更強嘅信德同埋望德，需要咬緊牙關，唔畏懼要承受嘅挑戰同埋困難，先至有機會喺呢一個現世嘅朝聖旅程裏面到達目的地，獲得永生嘅冠冕。我哋要知道，要堅持到底嘅代價雖然高，但係選擇放棄嘅代價係更高嘅。門檻嘅高低唔係由我哋做主，除非我哋選擇唔做基督徒啦。但係會唔會去接受天主嘅邀請，同埋佢喺旅途裏面嘅相助，我哋係絕對可以選擇嘅。
係咪都會覺得主耶穌嘅要求同埋教導生硬而聽唔落去啊？你有冇曾經考慮過放棄，甚至離開耶穌呢？如果你能夠接受主耶穌嘅訓誨，實際上你有冇切實履行呢？當中阻礙你嘅又係乜嘢啊？你聽到耶穌向佢自己12名至愛嘅宗徒話，唔通你哋都想走？你有冇感到心痛啊？你係咪都會感受到天主眼見佢眾多嘅仔女咁忍心咁樣離開自己嘅時候，所經歷到嘅錐心之痛啊？主，天主，感謝你今日進一步咁樣俾我理解你對我嘅要求，同埋背後你嘅意思同埋苦衷，更加讓我感受到你對我嘅嗰一份深深嘅情懷。請你話俾我聽啊，我究竟曾經有幾多次傷透你嘅心，背棄咗你啊？我真係唔能夠想象，你眼見我咁多次離開你，同埋做出傷你嘅心嘅選擇嘅時候，你嘅心會係有幾咁痛啊？阿爸父啊，我唔要再有呢啲事發生啦！
請你俾我謙卑咁樣去接受你用心良苦為我定落嚟嘅生命目標，同埋你願意我所受嘅考驗。請唔好俾我再任性，要你再一次目睹我選擇離開你嘅時候，對你造成嘅創傷。